美国甲以色列做伙空袭伊朗已经满2礼拜，美军轰炸伊朗的炼油厂，甲油船码头上新的目标讲是伊朗伫咧西南外海石油重要基点哈尔科岛。也导致美国总统川普讲美军有用不完的火药，不过金融时报指出讲，美军开战以来，这个武器已经用掉几纳吨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准备向国会提出500亿美金的对价预算。美军上新锁定的目标哈尔科岛位伫伊朗西南外海的波斯湾海域。为卫星相片，咱看到岛的南半部布满真大的石油槽，相片这边是油轮停靠码头，是伊朗输出石油重要据点。外电报道指出，美军先空袭岛上的军事基地，搁枪声只要搁有其他国家的油轮，遭到伊朗攻击。美军后一个目标就是哈尔科岛的石油设施，伊朗也枪声会对波斯湾的美国石油目标展开报复。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توانمند ما مقت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حداقل برای یک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6 ماهه پر شدت با همین ریتم فعلی分析师对此表示，未来油价继续起是无法度避免。另外，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丁高赞也讲，拄啊就任的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伫空袭中受伤，也毋过也无互伊朗方面否认那是证实。同时间，驻日美军的陆战队甲两侧攻击母舰也接到命令，准备去中东。主要任务是保护伫当地美军外交人员甲侨民。另外，战前表示对伊朗战争已经美化完成。美国总统川普搁一摆解喙。How long now do you think the war is likely to last? I can't tell you that. I mean, I have my own idea, but what good does it do? It'll be as long as it's necessary. They've been decimated. Their country's in bad shape. The whole thing is collapsing. 川普捌讲，美军有用不完的弹药，会当一日拍败伊朗。也毋过，《金融时报》引用美军内部消息指出，因为过去10年战报巡弋飞弹的采购量减少，库存伫这波伊朗战事已经大量消耗了。加上生产成本提悬，甲毋知什么时阵会结束的空袭，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向国会提出金额达到500亿美金的对价预算，有料将会引起国会热烈讨论。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